最近有一部日本的漫畫，叫做《年糕喵喵》，在咧網絡影音平台播出了後，就家長去向當時基金會來檢舉，講這影片內底出現假粉，也閣有包裝品牌等等這畫面。這部漫畫在咧香港已經停止播送，昨台灣的影音平台嘛陸續甲伊落架啊。因為咱的國健署表示講，這漫畫是涉嫌違反着損害防治法，相當是會當罰到100萬。有名的動漫《年糕喵喵》是改編自同名網絡甲青年幫會的日本電視動漫，佇網絡甲真儕影音平台攏有當看到播出。也毋過最近有家長發現片中常出現部分的畫面，也清楚定現粉品牌的包裝，向當時基金會檢舉。如果這樣的資訊來源沒有在第一時間就被切斷的話，其實就很容易在小朋友中間去流傳，怕小朋友還不懂的情況下會去模仿，或者是跟着做這個事，所以是不太好的示範。當時基金會指出，規個動漫那定出現部分的畫面，甚至會當清楚看到粉品牌甲包裝外觀。這個動漫片中無過只是單純劇情呈現，而是透過介紹情節甲畫面，反覆強化特定粉品牌甲部分的形象。目前已經召集新聞主管機關要求盡速依法定處。每一支煙的上面，他還清楚的把品牌的名稱印上去，希望政府能夠趕快的下架這樣子的一個對就是對年輕人有負面影響的影片。國教行動聯盟表示，有關這部動漫片在香港和台灣等國家播放，香港衛生署已經去向網絡平台要求終止播放，台灣安怎也會當繼續播出。香港是自己主動來去做這件事情。那台灣也應該主動去做這件事啊，去了解啊，甚至去看法律當中有沒有違反，再讓業者自己去定說相關哪些片要剪。國健署回應，根據《損害防治法》第25條，電視節目加戲劇表演等內容，攏袂當特別強調部分形象。《損害防治法》第12條，禁止以傳播媒體、網絡、電視等特定方式來做宣傳甲銷售，已經請地方衛生局依法查明。若查證屬實，總管會當處新台幣100萬罰鍰。國健署會依法透過跨部會機制，關注新形態媒體內容，甲粉品信息不法露出的情形。記者採訪報道。